東南西北中，發達到廣東。喺上個世紀80年代，成個廣東如沐春風。改革開放40年，一場疫情回到解放前，河南封島20天，大家返鄉去拜年。海珠區內大大小小嘅製衣廠全軍覆沒，大批來自湖北嘅製衣從業人員提前返鄉過年。據知情人士透露咧，佢哋就已經1個月冇開工，老細依家就玩失蹤。雙11嘅訂單堆積如山，解封無期，復工無望，無奈之下咧，佢哋只能夠離開廣州。我哋嘅攝製組響走訪期間，途經石流江大橋，竟然響橋底下發現一批社會青年搭住帳篷響呢度安營紮寨。睇落就好似一個族群部落咁樣，佢哋竟然喺橋底下過住啲與世無爭嘅生活。有人負責喺河邊釣魚，有人負責出去購買物資。佢哋住響橋底，但唔係乞衣。向記者講述得知，佢哋呢班人入邊好多都係平台外賣送餐小哥。自海珠區封島之後，佢哋就無法返到自己嘅住所。一個帳篷、一個枕頭，加埋一台電動車，就係佢哋嘅全副家當。線上平台停止運作之後，佢哋白日就流離浪蕩，晚上就居無定所。相關嘅部門亦都冇對佢伸出援助。歷史上所有嘅政治鬥爭，首當其衝嘅肯定就係黎民百姓。夜幕降臨，燈火璀璨，廣州連日落雨，氣溫驟降。響橋底下生活，佢哋已經成個月時間。晚上佢哋就圍埋一齊燒柴取暖。呢個時候，一台警車經過，視而不見，就咁走咗。佢哋同記者講，晚上響橋底下實在太凍，好難瞓得着。我哋第一時間呢就組織咗社會上邊嘅熱心人士，將一啲御寒衣物同埋被送過去俾佢哋，希望佢哋能夠度過呢個艱難嘅時刻。有些是毯子，有些衣服。能用的就用啊，謝了啊。雨越來越大，我哋返程途經新廣東路。喺客村立交橋底下邊，亦都住咗啲無家可歸嘅人。我哋再嚟睇下廣州大橋口岸下邊晚上嘅情況。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。未瞓過街，你唔知道厲害。大平層無遮擋，一線光景，鬧中取靜，盡享繁華。珠江夜景盡收眼底，獨立床位精心設計，南北對流，視野寬闊。絕對係瞓街嘅最高享受。廣州大橋口岸上蓋物業，以後河南回歸祖國之後呢，通往 CBD 珠江新城只需要5分鐘車程。無論係投資抑或自住，都係最佳選擇。心動不如行動，近期想瞓街嘅朋友，不妨早啲過嚟揀翻個床位啦。經過專家科學嘅研判，周密嘅部署，精準嘅防控，應檢盡檢，不漏一軌。爭取喺大年初8之前呢就回歸祖國。海珠區4大口岸關閉，島上居民何去何從？下一集我哋繼續尋找他媽的故事。